后来近段消息来看上新的民调，赖清德伫伊的本命区分嘉南是摕下36%，敢若赢郭文摕1个百分点。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蔡玉辉惊替赖清德，讲民众对伊的信赖原则完全消失了。台南市政府的副发言人林威利甲呛转去，讲国民党这是应该爱好好来正视侯友宜，伫个北基的本命区输互郭文摕，唔通安尼一再记别人，四再记家己。今天终于能够实现梦想。农业会正式升格农业部，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出席献报条仪式。不过路口上这场大雨，敢若万人压淡伊捌执政本命区台南选情。为上新的民调来看，分嘉南地区郭文摕落伫后壁是6个真拼势，互敢若领先1%的赖清德压力真大。百里百姓对他们信赖的原则，就清廉、勤政、爱乡土，完全走不去。所以即马。民进党咧做，大家对于这点拢没信心，所以想要讲换人做看卖啊咧。国民党才应该好好正视侯友宜在北基的本命区大幅落后柯文哲的劣势，不要一只手指头指向别人。一场本命区之战，北基的民调，郭文摕确实领先侯友宜2%，出席伫咧新北办理的赖清德，民调嘛是和侯友宜同款输互赖清德2%。难道你也想要在玉山盖那个捷运吗？在阿里山盖高铁？我跟你讲哦，当政府这个不敢决定，这种政府是无能政府的。摕交通建设的基地来去中央，郭文摕来到高雄拼选情，来看另外一边的侯友宜。谢谢。出访日本拼外交学分，搁私底下拜访台下日本查某歌星洪倩菊。不过面对本命区的票流失，互人伫咧国外侯友宜是该着急。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